炒股唔使驚 ，Ben 哥喺大廳。你要賺3000萬，就要有3000萬嘅持倉法則。喺裸期當中有一種好特別嘅股票技術，叫做反轉線持倉法。就好似呢一隻股票，呢一日出現天量嘅成交量，天量之後必有天價。所以如果你好彩睇到呢隻股票，咁就要加入你自選嘅魚塘，好好地咁樣及實佢啦。然後天量之後股價突破往往伴隨住調整，然後股價繼續回調，只要唔跌破天量嘅底部，咁我哋前面所講嘅天量之後有天價嘅猜測就依然有效。可以睇到啊，股價回調咗一段時間，但係始終都冇跌破天量呢一日嘅底部。咁有老友記就會問啦，股價唔係跌破咗呢條大陽線嘅最低點啦咩？其實唔係，因為呢一日嘅天量走出嚟嘅大陽線係跳空高開嘅，所以天量同之前一日嘅呢一個缺口依然係屬於天量嘅底部，所以並唔算係突破。而呢一條線先至係真正嘅天量嘅底部，所以呢一日出現放量嘅大陽線，雖然股價未有過天量呢一日嘅股價嘅最高點，但係經過一段時間嘅充分調整，行情回踩支撐，放量走強就可以入個先手，入一啲底倉，霸定個頭位先，然後後面股價持續走強，突破咗天量嘅股價，過天量必走強，實有天價高，所以可以繼續上車加倉。後面股價一路起飛，我哋睇返前面，股價突破前高，成交量係呈現縮量嘅狀態，天量有調整後走強呈現縮量，大牛股嘅節奏。如果天量之後真係有天價，如果佢真係一隻大牛股，咁問題係我哋點樣先至可以捉住呢隻大牛股呢？你要賺3000萬，就要有3000萬嘅持倉法則，然後股價回調破位趨勢線，應唔應該走呢？呢一條係反轉線，反轉線只要唔跌破就可以唔離場，所以繼續揸好。後面股價繼續起飛，而且突破咗前高，行情以新嘅節奏重啟趨勢，所以要調整趨勢線。後面股價繼續一路起飛，雖然股價出現有回調，但係只要唔跌破反轉線，就可以繼續揸住。後面股價再創新高，再次調整加速線，亦即係呢一條就係新嘅趨勢線。咁呢隻股票我哋到底可以揸到幾時呢？幾時先至符合我哋離場嘅原則呢？關鍵係在於反轉線，亦即係呢一條。然後股價走到呢一日連續嘅大跌，第二日直接跌破反轉線，所以呢個時候我哋就要離場啦，所以走。後面股價一路回調，所以話你要賺3000萬，就要有3000萬嘅持倉法則。反轉線持倉法關鍵在於反轉線，反轉線唔跌破就可以繼續揸住，破位就要走人。好啦，今期視頻就分享到呢度，祝各位行運睇到我視頻嘅老友記股市長紅，大家都係越嚟越好。我哋下期見，醒你更多粵語股市乾貨。